一个36岁姓李的员工咧修理电火条的时阵，去互电着规身躯有20%烧烫伤。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有去探视甲了解。屏东潮州火车头控制盘各样南回线甲西部干线逐班拢万分。副站长表示，控制盘伤旧，早就建议代替爱换。2005年，金门下门收水活动原本7月26日举办，也毋过金门县府煞讲办袂成，原因是中央无核准中国人员用专案进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这丹那市丰泰省等家机甲台南的电力设备，昨是传出有一个36岁姓李的台电人员，伫咧作业的时阵去互电着，规身躯受20%的烧烫伤，目前人犹搁伫咧加护病房。咱的总统赖清德今仔日透早又去探视甲了解。风台扫过了，电火条倒规排，分甲南地区的民众无电生活真无方便。台电这几天动员大批人力抢修，大日头卡伫咧高压电线下卡来回抢修。无想到讲拜日下昼，伫嘉义县义德乡维修作业现场，就位36岁姓李的台电人员和高压电电吊，伫现场就无喘气心跳。抵达后回报现场为一名伤者，男性，年约36岁，呈现 O 卡，给予相关急救处置后，送往柳营奇美医院救治。台电的工程车停伫咧急诊室外口，针对台电的员工也赶来边，希望同事无代志。除了台电董事长詹文生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也发文表达唔甘。这么，医院边的医护团队也伫咧全力抢救。那经过本院急诊团队协力抢救之后，目前心脏功能有部分恢复，那已经装上叶克膜在做积极救治。那病患除了心跳停止以外，那目前身上上半身还有大约20%的深度烧烫伤。劳检单位也正伫咧调查意外是安怎发生的，这么姓李的台电人员也搁伫咧加护病房观察。叶老爸希望大家能替伊集气加油祈祷，挺过这边的难关。台电讲。一直到拜日暗6点，复电的比率差不多是99.8%。这个村嘉义台南差不多1600户，也搁伫咧抢修。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交通以外来关心的是，屏东潮州火车头昨下晡3点外的时阵，发生控制盘各样的状况，互南火线甲西部干线逐班车拢万分，是隆重影响到64个车次。这代替是直到昨暝9点外的时阵，才总算修复好势，恢复通车。也那潮州站副站长伊是表示讲，其实这控制盘上旧是定定出问题，早就建议代替应该爱换。暗时7点外，屏东火车头月台的电子榜，过来车榜拢显示到站的时间未定。月台顶真侪旅客拢等无车，因为下晡3点25分，屏东潮州站控制盘突然故障。地书专站的号志无法显示，列车车榜的信息歹去，造成南火线双向的列车大慢分，包括自强号和区间车在内，平均延误30到60分钟，甚至有8班火车慢超过100分钟。电务人员跟厂商他们在换修那个材料，可能查修那个号志异常状态。15点35发生，那台铁动员相关电路的人员在进行抢修嘛，那也加强播音向导旅客去乘车。台铁抢修的过程中，嘛启动临时措施，西势至潮州路段采用单线双向通车，潮州甲南州之间改用人日通信。加在伫暗时9点7分，潮州甲南州的号志才修复好势，恢复通车。不要开哦，首先不要开哦。我知道，现在号志都不见了，我先关门哈。潮州站的副站长嘛，伫网络顶打出当时事发的状况，伊表示讲，台铁的控制盘已经足旧的啊，进前就建议爱换。台铁统计，即摆事件总共影响64班车，延误5600分钟左右。针对控制盘的故障原因，中昼进前台铁也未做说明，只是甲旅客会室内表示会检讨相关机制，加强未来预防措施。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再来看，伫咧14暗的时阵呢，这台铁区间车有一个70多岁的老阿伯，可能是去变速回来，结果呢，伊的尾煞去互人坐去，就含迄个乘客来起气面，甚至有想要背刀仔的动作。台铁是表示讲，若准伊是真正有甲刀仔举出来，安尼依法上当是会罚到100万。台铁3处区间车14暗时传出举刀出来威胁的纠纷，一位70岁阿公疑似袂爽去便所回来，为着防占去，甲一位占位的乘客发生冲突，过程当中甚至有要举刀，互其他乘客真惊吓。
有把整根拿出来吗？没有啊。你把这样整个盒子拿出来。对啊，这个干嘛？盒子还在这里啊。铁路警察接到通报，将车甲这位乘客带落车，加载无造成伤亡。代替公司表示，会配合铁路警察侦办，若确定有举倒出来的事实，依法会当罚1万块以上100万以下。王姓民众从后背包中拿出置放于塑胶盒内之陶瓷厨师刀之行为，已违反刑法第305条恐吓罪，自行交付与该厨师刀予以警方扣押在案。最近几年，大众运输工具捌发生冲突，也是随机攻击事件。有人认为安全第一，先较远的。有民众表示，若想要反制，应该评估家己的能力。看他的体格吧，还有你自身的能力。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要告诉旁边的人有这种状况，让大家脱离这个现场。怕危险嘛，报警啊，就只有报警而已啊。伫车厢内底，若拄到攻击的事件，爱安怎保护家己？无身躯的教练建议，爱避免甲手提武器的嫌犯正面冲突，会当利用家己手头的物件自我防卫，亲像用雨伞扭开距离，避免受伤；还是摕卡网、攀野来阻挡，会当甲外头绑伫手骨，避免直接伤害。比较重要的是在不要想去夺他的刀，或者是想要跨过他的刀去对他本人做一些攻击，这些事情我们被动的去进行。假设主动去进行的话，很容易不小心被他的刀划到，或者被他的攻击性武器伤害到。教练提醒，发生冲突的时，无经过训练的民众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保持冷静，利用手头甲身躯边的物件自我防卫，也当甲其他乘客指挥反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的国际动馆节是标出偷看的事件，有一个女性的民众呢，伊讲家己带囡仔伫咧浴缸咧洗身躯，毋过煞雄有一个男性开门安尼撞入来，甲园区反映，结果呢是无结果，甚至伊嘛无去报警察。也那这县政府表示讲呢，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已经留落来，也这浴缸现场也会加强男女的标示甲巡查。伫咧宜兰动玩节，即间查某的洗身躯间的喇叭锁虽然有刺落锁起来，不过门也是一刹就开开。县政府伫咧门顶有打各种的牌遐，不过即间洗身躯间最近发生一件敢若是偷看的案件，有一位女性带囡仔门锁起来伫内边洗，所以毋捌的查某人甲门开开。如果他眼睛看得不是很清楚，或者没有仔细看，确实会很容易就闯进去了，就也不能避免吧，就可能保护好自己，但会还是会担心的。民众讲，洗身躯间的现场标示无啥清楚，真容易行唔到。有一个游客知影这个消息，对园区的安全真担心。伊讲今仔日16到现场加装巡逻箱，加强当地的巡逻。当事人讲，代志发生了，有向园方反映，不过工作人员只跟他讲会去看卖的，尾就无结果，也无协助报案。所以，将代志铺上榜，希望卖过后一位受害者。那当日的相关的影片我们也已经留存哈。那在警方这边，我们也配合相关的一个影片提供哈。县政府讲，案件的监视画面都有留来提供给警方。因那洗身躯间现场会加强男女的标示，园方人员甲警方拢会增加巡逻的频率。所谓洗身躯间换衫的所在的门锁，拢会伫咧门内边加一个绳啊，避免过发生这种代志。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即届这丹那市风台是互台南的兰花损失超过20亿。业者表示讲，其实这兰花呢，对细丛种到会开花，甚至会当出花，是需要2冬的时间。也毋过即马这兰花煞因为风台来受到损长，计数按算会起2成。所以业者是希望讲，政府会当斗3工，互这项世界有名的产业会当早日恢复。丹那市风台扫过南台湾已经1礼拜外，园区内花柑仔犹原是翠糊糊，连兰花材啊嘛生甲密密茂茂，加上迄几天佫停电，地势湿度提悬，日头一出来，内底花会生菌，甚至有叶啊嘛发乌烂去。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这业者估算损失超过20亿。园区理事长讲，这会对整个兰花业造成真大冲击。第一啦，就是川普的问题，迄个关税的问题，过来就是风台的问题。过来汇率的问题，这拢是造成阮足大的一个压力。过来就现有大家正要复建的一个较大的压力。伊的时间足长，啊，伊的周转率较慢，所以讲伫阮的迄个库存的压力来，这就是阮的迄个资金链的压力。所以对阮来讲，
会影响会较大。展览会对知影到开会出会上无爱2档的时间，那这个园区内多数拢是已经1档半呀，风雨造成真大的损害，好侪业者心肝咧智慧。即阵因只好先赶紧抢救，各会当的知影好大，救偌济算偌济，这嘛连带影响整个供应链。宾用业者表示，蓝灰是上司常在咧使用的，这摆采食的品种嘛已经出现欠货现象，计小按算的起2成。我们现在为每间都很缺花。然后缺花完之后的话，变成说我们雕花也困难，价钱呢会更是贵，变成说很多人在争着要抢着花。目前几乎现在市面上缺的都是缺色花，有颜色的花比较多，白色的话因为大家都是基本花会种的比较多。另外，这回市场这回白花损失也影响到日本的市场，因为日本50%以上拢是对咱台湾出去的。业者嘛讲，按算爱1档半至2档，蓝花产业才会豆豆啊恢复。伊嘛希望政府帮助咱界，不论是补助贷款，也是延长还款的期限，通互咱界一个重新的机会。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丹那市风台过了，这中间的工课是踏踏地地。咱的劳动部呢，即马已经启动临时工的申请，伫咧云嘉南地区来确定超过1700个临时的工作机会。逐个月这津贴上悬是28000多块，希望除了提供人力，也互灾区的人会当有短期的收入。就业服务中心的人，甲民众确定因的户籍一个大的所在。若是民众即马无头路，而且想要参加天灾重建工作，就让登记天灾临时工。家里也影响到，受损得很严重，所以我刚好看到网络上有包，这里可以申请短期的零工补助啊。所以我过来申请，没有在工作，那个树木也都倒了，要让它长出来也要一段时间，所以闲呢，想说找个临时工。丹那市风台扫过了，云嘉南地区灾情严重，因为灾区即马人力无够，为了要协助灾后复原，劳动部联络地方政府甲所属的单位，协助整合提补人力的需求，让灾区失业者有短期的收入。劳动部已经启动了天灾零工协助措施。提供灾区失业者1725个短期的就业机会。云林地区我们有核等198个工作机会，工作津贴以每小时最低工资190元来核给，最高每个月会核发到28590元整。劳动部讲，只要民众失业，或者是住伫咧灾区，或者是因为天灾造成失业无头路，伫8月初1进前，拢会让到就业服务中心登记。若经过核定，会介绍到适合的工作地点。实施期间是1个月，再来再去看灾后复原的情形，若有必要会当再延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在美国总统 Trump 宣布要甲印尼来扣19%的关税，也毋过呢，这美国进口去印尼的其实是毋免扣税。目前这印尼的政府是还未证实这项代志。同时呢，这 Trump 也过会讲，对一寡这部较细的这个国家，譬如讲这非洲，也是讲加勒比海地区呢，是要扣超过10%的关税。即马外界是当咧关注这 Trump 的关税清单到底是安怎影响到美国的经济。As you know, Indonesia is very strong on copper, but we have full access to everything. We will pay no tariffs. That's probably the biggest part of the deal. And the other part is they are going to pay 19%, and we are going to pay nothing. 讲到印尼，川普还阁讲，印尼答应要买150亿美金的美国能源，甲45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还阁有50只波音飞行机，其中有真侪是777型的。美国过去一礼拜甲几下的贸易动画发出关税通知书，印尼顶礼拜嘛收到进口美国32%关税通知。川普15表示，甲印尼总统通过电话了后，已经降低税率。另外，川普讲按算对一个较细的国家加扣超过10%的关税。Caribbean countries, African countries, you have a huge amount of countries that are small. We'll probably set one tariff for all of them, probably a little over 10%. 川普又讲，上近这个月月底会甲药品、半导体扣进口的关税。川普强调讲，这个政策会先以低税率开始，互药厂一段时间甲生产线刷转来美国，了后关税就会大幅度加悬。川普一直增加关税的清单，会安怎影响经济？根据美国政府15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甲顶个月来比增加0.3%，5月份是2.4%，嘛互专家关注相关的影响。
We saw the price of furniture, appliances, clothing, shoes, sporting goods, and audio equipment all rose last month. Overall, prices were up 2.7% in June compared with a year earlier. 通货膨胀恶化是川普政治的挑战之一。在大扣关税情形之下，企业甲消费者拢真烦恼。然而，伊讲美国其实已经无通货膨胀，而且佫想要甲联储会主席鲍尔施压，希望会当降息。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在川普的外交幕僚瓦尔兹去做联合国大使了后，伫听证会时阵，互人甲问到讲，在台湾参与着国际组织的问题，伊的回答是有较保守。伊强调美国要是认同一中的政策，也毋过呢嘛支持台湾有意义来参加国际组织。前北京国安顾问瓦尔兹伫5月时阵，和总统川普来改做任命这个美国伫联合国的大使。伊是伫今仔日来参加提名的听证会，有参议员就问伊讲，敢是支持台湾来参与国际组织？伊话是讲了细字，表示会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来做代志。I support the United States supports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you know, we have long-standing One China policy. It's govern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3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And unless directed otherwise, that is the policy I will execute if confirmed as ambassador to the UN. 伊讲到的台湾关系法3公报6项保证，这拢是美国伫1979年甲咱断交了后对台湾的政策。这甲中国的一种原则是无同。美国的意思是讲，伊认知到北京对台湾的主张，但是会继续来买武器予台湾，嘛反对用武力来改变现状。伫听证会问这个问题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莫克利，莫克利就表示讲，中国近年来是主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是川普政府要来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嘛互台湾更加侪这个安全的保障。伊讲，这款的政策拢会伫国会受到欢迎。若讲到瓦尔兹进前做参议员的时阵，就来过台湾，伊对这个中国的政策立场是不哩啊强硬，但是其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批评讲，瓦尔兹若是照川普的方式，无愿意和美国继续开钱补助其他的国家，中国就有可能帐篷影响国际社会。共和党目前伫国会是完全执政，瓦尔兹嘛按算伫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开议进前，就会当来出任美国伫联合国的大使。以上是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华盛顿的报道。再来看，在2025年金门厦门收水的活动原本是7月26要来举办，也毋过即马金门县府煞讲无法度继续办啊。原因就是咱的中央无核准中国人员用专案来入境，所以这个活动是确定办袂成。喇叭摆落去100位收水的选手做伙冲向大海，这个画面真壮观。但年金夏印度拢会吸引超过200位中国选手甲教练去金门挑战这个海口，是金门逐年重要的活动。不过，原底7月26要办的2025年第13届的金夏印度，金门县府昨日宣布无法度办。今年是由这个陆方主办啊，那我们这边大概是负责协助接待。那重点的话，是因为它是从海上入境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入境的这一个许可，必须由中央来发给。那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收到这一个入境的许可。县府水平按照规定，中国甲人员专案入境需要向教育部体育署提出申请。县府分别伫5月28、6月20函送审查。不过，这个案无得到核准，也是驳回，无法度完成证件申办的作业，所以受水的选手也无得到专案入境的许可，影响大约200名的选手甲900位的行政人员。我们都希望是可以用体育的交流促进正向互动啦，经由我们的努力。可能会让这一个活动它的一个样貌更有不一样的一个展现。县府的活动邀请函敢若列出26暗时海映之夜，27个海上长影行程，拢无讲到金夏印度的活动。不过县府也强调，7月27举行的金门海上长影活动，体育署已经批准金门县体育会申请。允准部分中国人士以专案入境的方式参与，未来若有新增加申请案，也会送去教育部审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顶礼拜伫新北市有2个消防人员因为救人结果过身去。这市政府虽然讲有成立灾害事故调查会要来查原因，也毋过煞无提供这个消防员的资料予调查会。今仔日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是伫新北市府头前来抗议，要求要赶紧提出资料，确保调查的过程公开佮透明。我们需要资料，爸爸给我们资料，要资料了人吗？基站消防人员要求新北市消防局提供7月初8 2位殉职消防人员的调查资料。因讲代志已经发生1礼拜啊，市府已经成立灾害事故调查会要调查，不过到大也未提供殉职资料予调查委员会。现场也有消防员讲甲哭出来，因讲其中一个过身的消防员，较早也是促进会干部，嘛捌徛伫遮做官过。当时伊要求政府爱予消防人员有专职的分工，甲救火、救灾、救护做分工，新冠到大也未实现，互因真心酸。新北市政府过了10天才开会，也就罢了，在开会前连资料都不给我们。我不知道刚刚那个是新北市长官的谁啊？是前任记者还是什么？面对我们的问题，完全回答不出来。哎，你才在自由要党的我新北市民，我消防员，我不能新北市政府吗？双方一再起冲突，互相杀来杀去，因为新北市府坚持要等到灾害事故调查会召开了后，才提供资料，无愿意提早交出来。基站消防人员要求这资料就要有当时的事故记录、天气漏水状况、微录器录音等等的证据，来确保调查的过程公开透明。跟新北市政府要的，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救灾相关的影像，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抢救时序，不过就是最基本的无线电相关的通联记录，这些都应该在案发的第一时刻被保留下来，直接交给我们灾调会委员。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按照规定就是。针对促进会诉求，新北市消防局是回应讲，灾害事故调查会计划拍算伫7月18下晡2点召开，到时会公开消防员殉职的调查资料，调查结果也会公开透明，予外界和家属一个答案。记者陈选谢桂玲台北报道。伫2021年的时阵，伫高雄是发生城中城大楼的火灾，迄当阵是造成严重的伤亡，这嘛反映着旧大楼的消防安全的问题。即嘛新北市为着避免这款的消防意外，是针对着30栋6层楼悬以上的大楼来补助装警报系统，而且也有防火门、甲灭火器等等。这嘛是全国头一个专业补助消防设备的院市。旧大楼常常因为旧年无人管理维护消防安全相关的设备，早就已经歹去啊。但是着火烧，就会造成严重伤害。为着要改善旧大楼的消防设备，新北市府今年按算，予已经上无30年历史、悬6楼以上的旧大楼，通免费换消防设备，相关补助50万。消防设备如果不完善、不齐全，也没有更新的情况下，其实对任何住户来讲，应该都是会胆战心惊。那因为我们人住在里面嘛，那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没有事前或者是没有事前的一些预警啊，那当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伤害。补助系统性的一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跟广播设备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设备的一个诱因，来让我们老旧社区大楼，因为他们经费的一个不足，来让我们政府投入部分的预算，来改善整个老旧大楼的一个消防设备。只有指出，一般大楼消防设备要换新，通常爱开真侪钱，旧的社区要装经费真困难。希望透过补助方案，让民众的消防安全有保障。我们全市目前统计起来有497栋需要来去做相关汰换升级的老旧大楼。那目前我有请都发处定期回报，现阶段有100栋是比较在初级阶段需要这个优先来去处理汰换的部分。不过，市府表示，这大楼符合资格，拢会当由管委会提出申请，希望透过免费补助来提高民众改善的意愿，全面提升民众骑驾安全。记者刘君豪，新店报道。
再来关心这护理师的权益，这是高雄有一间连锁的洗药剂的诊所，和护理师甲指控讲，唔但是劳保呢是甲加保，而且呢爱因超时排班，佮乌白甲扣加班费。长期的剥削，或者护理师是挡袂牢专案的实施去。16早起，这受害者是伫护理工会的陪同之下，去到诊所外口来陈情甲抗议。也那劳工局就是讲呢，已经接到这申诉，即马等咧调查。另外，诊所的部分因是大公告来驳回这个指控。违法不实数，违法不实数，扣加班费，扣加班费。一阵护理相关工会成员头跑被报掉手提牌呀，大声发出对诊所恶职做法的不满。护理师指控，三明区这间西药剂诊所长期剥削金，用工时银行的概念，病人若少就叫伊先休困，下班时间到啊，人若坐就爱继续上班，上无到8点钟爱用假来补，超过8点钟累积起来加班，无超过迄个月总工时就无算加班费。恶职的做法，和护理师挡袂牢，只好辞职，想要到诊所，佫唔放伊煞。我的同事他们都有去把那个副食素的钱还回去给公司，因为他们就是很害怕，所以都还是有私下去找会计把这些钱结掉。对，然后像我跟这次的受害者另外一位同事，就是不愿意把钱交出来，然后他们就一直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要告你。在员工要离职的时候，还被雇主注记说这个人没有还违约金，所以他会让他的未来求职之路受到影响。受害护理师讲，诊所内面大约有30名员工，陆陆续续有人辞职，因为诊所会提告，所以有真侪人拢是选择还钱。伊一摆跳出来控诉，就是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认真看待护理师所遭受到的不当对待。对此，劳工局表示，案件已经受理，目前已经伫咧调查当中。现在就初步检查所生工时、工资以及加班费等相关疑义，依行政程序函请事业单位陈述说明中。后续如确认有违反劳基法的事实，将分别依法裁处2万至100万元的罚款。针对护理师的指控，诊所早起是将铁门救落来，公告休诊，打电话也无人接，只有伫玻璃顶悬打2张护理师的薪水条，甲一张简单的说明，讲因的做法是变形工时，唔是工时银行。关于薪水的部分，拢有照起工法，无乌白扣钱。记者柯嘉如、柯超阳、高永昌报道。头拄咱有讲到，这丹那市风台的修复工课，伫咧昨呢是传出一个36岁姓李的台电人员，伫咧作业的时阵呢，去互电着，结果规身躯受20%的烧烫伤，目前人还阁伫咧加护病房。也那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一透早，嘛有去甲探视甲了解。伫维安人员的包围之下，总统赖清德逐日透早就来到台南柳营，基于便伊探视姓李受伤的人，专程拢无讲话。经过规暗抢救，目前姓李受伤人由原可也缺氧续命，也继续待伫家护病房观察。这整个电击的路线刚好就是重伤到心肺，所以他的心脏发炎指数那些都很高了，所以大概还好，我们叶克膜是可以整个取代心肺功能，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就是他的脑部的受损的程度。如果脑部受损程度有恢复的话，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风台省中南部的基础电力设施，台电人员到今拢也在抽修。这里员工19号下昼伫嘉义义德的南潭村一带进行高压电线抢修作业时发生事故，当场倒落去昏迷无心跳，了后紧急送医抢救。没有电，大家没有办法过日子，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电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大家也看得到了。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让他可以早日康复。真可惜啦，因为最主要就是讲，大家都遮辛苦，唔知讲迄条电啊，系啊。姓李员工伫台电服务超过10年时间，即摆为着要和平将早日复电，里面抢修煞不幸造成意外，到今也伫咧加护病房。消息一出，亲戚朋友全拢为姓李的员工祈祷。也毋过意外到底安怎发生，劳检单位也要来调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个月初时的时阵呢，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台中市文心路是来出现淹水的灾情。也毋过事后市政府煞决定讲，要来换120个较大孔的水沟挂，安尼就准做是会当来解决下水的问题啊。这互民代是真不满。也那市政府方面因是强调讲，后手还阁会改进排水的设计。
车驶会看到路边抑有一寡汽车、奥多摆浸伫咧水的，这个测试受到东南西风台外围环流影响，落大雨，造成台中市文心路真侪所在淹水。市府决定先加120米水沟挂，换做坑甲大坑的水沟挂，淹过面带积极。 这边是台中最主要的干道文心路，那你可以看到这路边呢侧沟的这个水沟盖啊，上面全部都覆盖了树叶以及垃圾，这个泄水的效率至少就减少了1/3。到现场看，除了树叶啊、粪扫，抑有一寡土塌掉的，市府要换文心路沿线120米水沟挂，强调这讲是因为强降雨造成排水负担，差不多20分钟水就消退。不过，那里议员拢认为安尼做无法解决淹水的问题。根据气象资料，其实在7月4号大雨的当天，当时的时雨量根本不到70，那这个根本没有达到所谓的极端气候的标准。那我们台中市的排水系统难道就这么脆弱吗？我认为说市府应该要去把整个我们的这个人行道的图纸把这个调出来，然后来去盘点上面说我们目前我们这边 L 沟有多少。 侧向排水有多少？易淹水处的这些转角处，可以先洗孔的就先洗孔下去嘛。陈秀华讲，根据气象资料，一共这个所在施雨量是67.5毫米，也无到当地下水道系统设计保护标准75.4毫米，是排水沟系统有问题。杨大雄认为应该全面检查文心路沿线排水沟，容易淹水的所在增加排水坑，换成为粗木格栅，以降低沟面阻塞并提升收水效能。 更换数量约120个，并于路口转角增设集水井。市府强调，所内会增加排水沟加河水下水道连通道，并且加管换较大距离，改善区域的排水，也伫咧路口细弯的所在增加集水井，改善整体的排水设计。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文化的消息来关心的是，文化部伫今年推出为台湾关系世界博览会的交流计划。这届呢，嘛特别甲台湾的民间品牌来合作，要伫日本来办4天的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要甲台湾的饮食，亲像大饼，也是卤肉饭等等，也阁有工艺力量，甚至是原住民的文化来呈现伫国际舞台。 无论是梅啊、红啊，甚至是环保袋啊，拢会当看到台湾的元素。这毋若是台湾设计、台湾制造，阁要含咱的文化国家队做伙去日本办的世界博览会。文化部今年特别和民间团体做伙合作，用台日亲风做主题，甲台湾传统的食食文化，亲像大饼、卤肉饭、水果米露，也有在地文创商品含原住民文化，总共上百个台湾在地品牌，要到日本办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台湾被看到的其中最重要的，除了大家都已经看到的科技啊，或者是我们的经济，还有各种生态。其中，我觉得最近一直被看到就是文化。文化部长表示，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特别甲活动对2天延长到4天，要让日本民众会使深度体验台湾的文化。另外，外交部表示，台日合作的文化外交已经伫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这届活动唔但要让国际感受台湾文化的魅力，嘛要让世界看到台湾。这个文化的力量能够跨越语言跟国界，那么让世界感受到台湾的多元、开放以及独特的魅力。文化外交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是展现台湾软实力的一个关键。外交部指出，这摆台湾去参加世界博览会，唔但通增加台日的文化交流，嘛展现台湾参与国际事务的决心。另外，文化部嘛希望透过这届台湾 Plus 台湾文化节，嘛通提升台湾品牌伫国际能见度。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最近这几档，咱台湾所举的酒伫国际比赛嘛有真好的成绩。今年中华是有一个酒庄来参加法国的酒类的比赛，伫7000多支这酒的当中呢，是用葡萄酒甲 rum 来摕到2块金牌，这嘛是亚洲国家4块金牌内底唯一摕到双金牌的酒庄。一拍一拍的葡萄，外皮也青青，嘛较细粒，这是专门用来结酒的乌河葡萄。中华李林镇是全台湾酒庄密度上悬的乡镇之一。今年有酒庄参加第16届法国里昂国际酒类比赛，伫葡萄酒类甲蓝酒类拢摕到金牌。这嘛是这个比赛举办以来头一个伫无共酒类摕到金牌国家。平时因无啉过这款的口味啦。伫个6年的橡木桶内底所材料，伊整体葡萄酒的口感变啊加足细致的，过来伊的深度嘛变啊足圆润的。
台湾有学者到记者比赛，捌参与中研院台湾葡萄酒发展研究计划学者表示，法国里昂国际酒类是受法国政府管理的比赛，制度公正。台湾有结葡萄酒的技术，但是国外评审对台湾葡萄酒的气味较青分。学者认为，这道调奖是真无简单的。台湾的气候就是做安酒的，甲酒香呢，按家己的特色。按这味的虽然受气候的变化，不过这味一定要建立确定的味，安尼消费者才有法度熟悉。学者表示，这两支黄金的酒是以醴啉、白葡萄、巴布萨加醴啉、龙山、甘蔗落去号名，唔来当互国际熟悉台湾酒，嘛真有地方特色。学者嘛建议，台湾应该要建立完整酒的管理制度，佮有酒的食品履历，随后对台湾酒的发展加推展会愈顺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汉光演习第8天，今仔日是来模拟战车受损的应变，在现场是来演练野战的抢修。另外，咱的陆军234旅是伫个台中出动兵力来防止中国军来侵入市区，强化着这城镇的战斗训练。也那在台北的松山机场，今仔日是来演练反机动作战。听到比亚车的指令，陆军584旅印8811救济车渐渐挖进 CM11战车，准备展开野战抢修的任务。官兵分工合作，拍开战车的躯壳，也就是砍引擎的壳，随后来换印8811救济车出马，执行吊挂的作业。时间真宝贵，现场研判是4响歹去，陆军第3地区支援部的官兵赶紧爬开战车换零件，试就为了部队夜清警戒。汉光41号演习第8天，抢清防御作战，国军模拟解放军登陆了后 ，CM11战车甲敌军相战，有出现故障，只需要野战抢修，验证后期医持甲修理的修复能力，恢复战车的战力。汉光演习正值暑假期间国军在校园进行相关的操演，获得校方大力的支持，可以让学生近距离看见国军守护家园。那我们孩子可以感受到更多的这个国家认同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哦。那这是我们桃园高中在为国防安全能够尽的一份力。那这些进驻的动作呢，很可能是公庙学校就类似一个比较料件的堆积站那等这些一线的部队受创的战甲车拖回到第2线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做维修。陆军234旅夜间时间伫台中执行抢侵作战，针对解放军部队想要进入市区，分8架车赶去作战的位置，现场野球抓白形的铁网，漂跑车藏伫徛架边仔，执行火力掩护。今年汉光演习重点放伫城镇战，透过实战化的训练，强化部队的应变能力。这周边的区域构筑了逐次防御的阵地。也预化了一个歼敌的区域，来引诱敌人进入我们预想的阵地，来进行集火射击。第3作战区是执行首都保卫战，防止解放军对台北松山机场执行突击登陆，直接攻入去政治经济中心。三军结合航警局、宪兵，赶紧展开反机动的作战。先用高烟打空港场，阻碍解放军登陆。陆战队的官兵操作会当早咧行的刺尖飞弹，打击空中的目标。守备部队结合架车、连车甲火炮，用火力压制敌人，展现三军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国际新闻采访报道。这全国大罢免来到这个时阵呢，搁10天就要投票啊！即马真侪民众拢已经准备好势，就连各地嘛除了来办这电视说明会，今仔日开始呢，爱提醒大家爱注意，就是禁止来发布甲引用民调的数字，上当时罚到200万。也毋过针对一寡用词，亲像是选情危急，也是讲有可能会减几色，这款的用词，安尼敢会算违规咧？中选会是表示讲，这都要以实务的个案来分别判断。请确认是否为空箱。剩10天就要举行头一波的罢免投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考察区公所7月2日罢免案投票开票的规划，针对顶一则网络传讲，即个哪像无投票通知书，或者是用纸箱仔的票箱，敢有可能会唱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回讲，这是无可能的。嘛呼吁10日开始，别当散布甲评论罢免民调，也若清在看到的告急这2字，敢是有违法？伊强调讲，爱以个案来审定。即便是具有这个民调的这个外观啊，严格的说起来，并不是跟这个学理上所谓的这个民调有若干的差距。但是呢，在我们实务上就个案的认定，还是会认为它是有违反规定的。像是各地罢免案都在举行公办电视说明会，罢免团体代表人甲面临罢免案的南洋立委亲身出面来对决。我们财法法修正以后，
这一次是越穷的县市能够分配的越多，中央从75降为65的分配，地方从25增加为35的分配，花莲县每一年增加161亿元。为了政治利益就可以跟妻子假离婚，同时又是炒股经济犯、内线交易前科、涉嫌违法出售理想大地土地的人来说，担任审核全国预算的立委角色，更是让人无法信任啊！台北市5个罢免团体16日下调开记者会，控诉市长周万安在罢免的行动当中行政不中立，嘛提出第一线正恶的资讯。对我们来讲哦，如果真的有违规事项的话，我们真的对公民来说，我们也觉得说好，那我们是理亏在先，我们下架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说，王宏威委员他其实这样子的违规事项已经行之有年了。今日该记者会质疑的旧案，此前都已一一回复，是否对于已经说明厘清过的案件仍被回锅再炒，深感遗憾。面对质疑，台北市府强调讲，无论是租场地争议，也是空棒检举的问题，拢是用同一个标准，依法申请、依法审核，大家拢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台美关税到底是会超到几趴咧？其实即马外界拢真关注。咱的外交部是强调讲，即马这谈判还阁咧进行，有立委是烦恼咱台湾的农产品恐惊是会变做是谈判的苦枝啊，这可能是会冲击到农民的生活。也那经贸谈判办公室是表示讲，会捍卫农民的权益。也那后一届这协商到底是当时要来举办，即马是还阁咧悄悄。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陆续宣布对真侪国家实施的关税税率，也互外界关心台美的谈判进度。媒体问到台湾的对顶关税敢有可能关过32%，外交部处长陈明基是安尼回应：我们都不确定了这个我想这个世界上应该很少的国家在谈判结束之后就能够知道具体的一个汇率。那我只能够说是说双方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诚意，那么大家这个沟通，然后还持续在进行之中。立委烦恼，台湾的农产品可能会变做谈判倒定的条件。政府在协商过程中，敢会安尼让步妥协，冲击受害可能都是第一线基层农民的生活。基因改造食品的进入，第二个，针对美国的猪肉跟牛肉，不用再标示。第三个，农产品上面，尤其对于我们台湾养猪业者，可以说非常多，是否会对美国提出零关税？我们很清楚台湾的产业利益所在，所以我想我们会坚持。另欢迎外委会邀请相关部会报告关税谈判进度甲有期成果。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认为目前也咧谈判，虽然对伊量身严格，时机无适合，那将相关保密协定填伫日头卡。会个红保护，受害也是台湾产业。就你了解，如果8月1号到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我想，川普总统所谓的10到20% 是针对现在原本4月2号公布的对等关税拿到10% 的这些国家，他要一并的提高到15到20%。那但是台湾是属于原本有个别对等关税的国家。台美后一摆实体谈判时间也来协商，经贸谈判办公室强调，争取8月7日已经达成协议。美国虽然对各国送出信函，也不过因为谈判咧进行，即马通知的税率，并无等于是各国上尾的税率。信函的主要目的是咧增加各国甲美国谈判的力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带大家来关心一桩意外，这是花莲寿丰的平河川今仔日透早发生一个死亡的火灾，这是一间铁厝导火，内底4个人全部拢过身去。有民众是质疑这水灵车来了上过头慢，也那消防局是回应讲是报案的人来报唔到位，目前这事故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遭致火场的这个女子伫咧厝外靠话讲，为什么消防车也未来？因为包括伊的爸母顶一家伙人4人，还阁伫咧厝内。厝边头尾也质疑消防局救灾速度有问题。他们12点多打给消防队，就消防队1点多，可能快1点半才到。为什么那么久？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对啊，重点是来的时候可能平常训练也不是很精实啊。告知他说人在哪边，他也不要喷那边。这件火警发生伫咧16透早12点23，寿丰乡和平村的市区一间铁皮厝，唔知什么原因导火。消防局讲是报案的民众和因的地址唔对，因到现场了就赶紧拍火，不过已经有人不幸死亡。第一时间指挥科受理的地址其实跟这边
跟他这边现场实际的地址其实是有落差，包括远景也都没有找到。或许是在报案的时候，可能因为紧张并没有描述清楚。这件火警总共造成4个人死亡，包括厝主70几岁的爸母，一个伊的阿姨甲小妹。厝边讲这地址有问题，因过公家拢无改。他们找不到我们的地址在哪里？为什么会找不到？你们的住址？我们这里是平和市区42至32号。可是这里的地址应该是共和村。户政事务所也知道有这件事情，但是迟迟没有重新规划，把行政区域再重新规划，然后门牌重新编制。公所讲，这个所在本来有平和村加强和村，不过因为30几年前做大水，有一寡强和村的大户搬去平和村，不过门牌也成旧的。会管警协助民众维分户政资料，也斗相共申请双庄加慰问金。对于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也搁等待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国内这中小学最近这几档这老师是真欠，尤其是自然科的领域。教育部伫顶礼拜开学的时阵呢，就有公开来表示讲，按算伫115学年度开始，要互一寡有经验的人会当入来到中小学来做技术教师。这互全教总是批评，而且强烈反对，呼吁教育部都爱斟酌上看卖。原地流失，话水阁无来，中小学这几年面临老师欠人的情形，教育部提出配套。除了公费专班，开各种学士后教育学分班，嘛有针对半导体 AI 相关产业，捌食过无共透露，了后才想要来教册社会人士。规划有春秋聘用的管道，按照115年度开始推动，让学校可以去思考，能够引进这样的实务教师，我们叫他专业及技术教师，那他可以透过一些管道在适当的审核之下进入职场。好有业界经验的人会当去中小学做专业甲技术教师。全教总批评这伤过潦草，因为培养一个老师到大起的讲台，要经过5个关卡，有春秋来聘用，免收学分，免考试，免实习。这个举动袂输是宣布教师专业培育的制度无存在。懂还有会教，这是2件事情。因为我们高中以下的学生，我们的老师的角色不只是教学，还有包括育人的部分哦。全教总指出，专业甲技术教师早就有啊，明文规定伫咧技术型的高中或者是专门的学程，而且有人数的限制。教育部袂当用特定的例去普及化，而且上基本的原因是安怎有甲4成有教师证的老师无愿意来教册。虽然这几年公教有调薪，但是它的调薪我们不断的在呼吁，根本赶不上物价水准，根本赶不上民间的薪资啊，导师费、钟点费多年都没有调整啊，你没有去改变这个。我相信更多的弹性、更多的策略都没办法去根本解决。甲重点放伫咧提升诱因，互有教师证的老师会当来教册，而且改善教育的环境。全教总认为讲，这才是上根本的方法。呼吁教育部停止增加这个错误的方案。针对这点，教育部伫咧一个进前拢也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传统艺术中心，这几档是真拍拼咧推广儿童戏剧，即马来启动巡回演出，要行入校园。今年因是拍算要伫173间国校啊，互学生会当来看表演。另外呢，嘛要伫咧7个县市来推出儿童的歌戏，希望培养囡仔人看戏的兴趣，嘛来鼓励着剧团会当创作新的剧本。故事改编《西游记》，和囡仔有深刻的互动。风神宝宝儿童剧团搬一出《风神宝宝智慧验山》，互囡仔哪看戏嘛，哪学台语。有的囡仔虽然听无台语，嘛看甲真深刻，嘛有介意何种设计爱看戏的。服装很酷，因为本身有看过，所以就很喜欢，然后互动也很多。布袋戏剧团雷音剧风，用台南淡昆新传说中青梅龙和青梅柳出来佚佗煞做大水的故事来提醒囡仔爱有防灾意识。另外，东北混歌戏团嘛做一出全新的戏《受邀日记》，要对主角受邀的过程，互囡仔学会晓甲家己的专长用来回报互社会。雷音剧风有3个重点吼，一个就是以台语为主，台湾的故事去发想。第3个就是阮会
寄望讲用这个歌调。在咧成长的过程，咱要懂得去选择，不要害怕压力，而且要懂得去面对所有的挑战。那上重点是伫咧讲，囡仔会当欢喜做家己的代志，但是有当时囡仔会较唔捌代志，需要听从咱这个时大人，伊来甲咱教育。为着要让传统戏剧文化定根，培养囡仔观众和看戏的兴趣，传统艺术中心办儿童戏剧巡演，今年打算要伫173间国校表演。另外，中心嘛和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合作推动儿童歌戏，打算要去到7个县市巡演。除了孩子听得懂、看得了，我们也希望借这个戏呢，让了解家己的故乡，了解家己的传说，爱上家己的文化。歌戏上界重要。不只是培养演员啦，更加重要是培养基本观众，因为你若无观众，歌戏就袂存在啦。团结中心希望透过行入校园，打出好歌，这2项策略招囡仔做伙来看戏，希望鼓励剧团和剧本创作者未来当办愈侪戏，做互囡仔看，结出戏剧的新能量，回馈满山屏。记者卢尚如、曾俊佑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4度。也那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也个未来3角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重要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